学台语日常嘛是无代志，害了了啊，袂赴无伤憾，哪有可能？有影无？上好是毋免袂使无爱试看觅救命总好食嘛是无代志，害了了袂赴无伤憾，哪有可能？有影无？上好是毋免袂使无爱试看觅救命。订阅分享，搁持节赞，多谢你的支持。